着要来防堵着疫情，指挥中心已经明确来宣布，1直到4月底，唱歌拢爱挂喙罨。也毋过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则互检举讲，走脱唱歌无挂喙罨尔。想袂到昨暝市长郭文铁参加公庙的活动，嘛是无挂喙罨就台来唱歌。市议员是痛骂这市长、副市长根本是去互选举，舞甲拢无头神咯。我们自己有疏失，我们当然就是道歉。昨日时，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则因为走脱唱歌无挂喙罨被检举尔，过几点钟后。网红4千鸟破影片，市长郭文铁无挂喙罨伫台顶唱歌。大家看，我们3月1号所公布，跟我们今天4月1号公布的，就是说，好，唱歌仍然要戴口罩。市长、副市长拢违规，台北市政府赶紧处理。去了解一下当时被检举的状况，也会请当事人说明。之后经过判断，如果该罚的话，就会罚。我们就等着看卫生局敢不敢开罚他的老板，市长也好，副市长也好，可能都为了这个选举啊或辅选太害了，太冲昏头脑了。走脱违反防疫规定的案例真多，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嘛捌互人检举过。所以我会要求我自己还有我的团队，非常的谨慎。我想如果能够更清楚明确，让民众了解，我想大家更能够有所依循。在疫情下走脱，这政治人物真正都要更加注意一寡眉眉角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